阿姐，我们直播间人怎么这么少？赶紧降价，绝不能输。董事长，这已经是最低价了。少废话，先降价，马上找人到对面的民宿闹市去。董事长，最近分身太紧了，我们之前联系人已经都联系不上了。还要我教你吗？加钱换人。你好，请问是阿健雨琦和阿杰吗？我就是阿健雨琦，什么事？有案件需要2位回警局协助调查。什么？警察同志是不是搞错了？没有搞错，前几天我们抓捕了2名犯罪嫌疑人，他们都指认是你们2个在背后指使，而且你们刚刚说的话，我们在门口都听到了，所以2位请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吧。欢迎大家来玉树，期待大家在玉树相遇，扎西德勒。近日，玉树州游客量屡创新高，玉树民宿加玉树非遗已成为玉树又一崭新的名片。大家好，这是一个很精巧的女士佩戴的一个藏刀，拿了